各位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8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以西结书20章第1节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的11节。今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同工。圣经对创世纪、族长时期，一直到祭司啦、士师啦、先知啦、国王等等的职务，看起来好啦，亲像人代替上帝伫这个世界上来管理人的代志。但是咱若看到这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，对神治到新人治，到这个人神治。甚至讲人治，现代社会强调的民主法治，人伫这个内底将来就毋是一个单独的管理的代志。就像咱咧讲，迄个集权统治嘛，爱有真侪人做伙来共治啦吼。就是讲有一个人就愿意做集权的走狗，才会当成就这个代志啦吼。对于基督的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人受呼召，无论担任什么款的职务，拢是爱正做上帝的仆人，甲上帝做伙来同工。以西结书20章第1节到17节提到着先知的工作。第7年5月7日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坐伫我的面前，要爱知上帝的旨意。迄时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甲以色列的长老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恁来要求问我的旨意是无？我指我永远活命入世，我也无要互恁问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因是无？若是，着互因知因的祖先所做可恶的事。你着甲因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竞选以色列人做我的子民的时阵，伫埃及地，互因捌我。我对雅各后代立誓讲：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迄时我永远要带因出埃及，到我为着因选定迄地流年甲蜜的地，是万国中间肥搁水的地。我甲因讲：恁逐个人着放杀恁的目睭所下伊遐个通掩恶的偶像，毋通拜埃及的假神来拍拉三家己，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过呢，因背逆我，毋听趁我，因无放杀所下伊遐个通掩恶的偶像，嘛无去杀埃及的假神。迄时我想要伫埃及，将我全部的受气拢摒伫因的身上，总是我无安尼做。我无要互我的名伫因徛起的列国中间受亵渎，因为我捌伫因徛起的列国的人民中间对因讲，我要带因出埃及，所以我带因出埃及，甲因带到伫旷野。我将我的规例赏赐互因，将我的命令教示因。互遵行的人拢通得到保存性命。我阁将我的安息日赏赐互因，做我甲因立约的记号，互因知我就是甲因分别最圣的上主。毋过以色列人煞伫旷野背逆我，无遵守我的规例，拒绝我的命令，遵行的人才会当保存性命。因彻底违反安息日，因为安尼，我想要伫旷野将我全部的受气拢摒伫因的身上，甲因消灭。总是我无安尼做，我无要互我的名伫因徛起的列国中间受亵渎，因为我捌伫因会徛起的列国的人民中间对因讲，我要带因出埃及，所以我伫旷野因来立誓。无要带因入去，我要赏赐互因迄块流年甲蜜的地，就是万国的中间肥个水的地。
因为因击杀我的命令，无遵守我的规例，违反我的安息日，去拜因家己的偶像。虽然安尼，我犹原可怜因，无伫旷野甲因隆重消灭。以色列人就是安尼无甲上帝同工吼，咱知影先知当然是上帝的同工啊，正对上帝的代言人，传达上帝的旨意甲话语来提醒因。上礼拜有几若讲，咱会伫经文的中间讲到安息日的概念，伫昨这个主日的信息嘛，来讲这个哈。既然咱知影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，咱受呼召称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就是爱实践迄个互人得到安息的诫命，称做主的同工。以弗所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的11节。就是当咱来领受着圣神的呼召了，就袂当心硬哦，咱就爱诚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吼。圣经来讲，所以就照圣神所讲，今仔日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伊伫祖先伫背逆的时阵，伫旷野试探伊的日。上帝讲：恁的祖先虽然看到我的作为，因犹原伫遐试探我、考验我40年久，所以我对迄世代的人生气，讲因的心失迷，因毋捌我的道路。我伫生气的中间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享受的安息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这边恁中间有人心邪恶，毋信。至到离开永远的上帝，就他也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，日3款面，恁中间这边有人受罪恶迷惑，至到迷心。那咱若坚守当作是确信的路碑，就正做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，今仔日咱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安尼，听见上帝的声，遥久背逆伊的是甚物人？竟毋是遐个摩西甲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。上帝伫40年久对甚物人发生气？竟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吗？遐会背逆的人以外，上帝捌对人立誓讲，因袂当进入伊所享受的安息。安尼，因袂当进入的安息，是因为因毋信。第4章的经文较长，请咱遮家己来看吼。第1节到11节，所以基督徒爱诚做上帝的同工。需要来学习，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的安息，同款的互人，因为咱会通进入的安息，求主帮助咱最好的同工。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至关的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好款待我，照你至善的慈爱看教我因为我散赤困苦，我的内心受伤。我的血受亲像日影渐渐赤，我亲像草莓啊，互人来搬掉。我因为金只骹头酸软，我消散落肉，我受因诽谤，因看到我就害头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互因知这是你亲手所做的，是上主你所做的。因虽然咒诅我，你会赐福互我。因起来攻击我，一时会拄着见效。毋过你的仆人会欢喜。求你互我会对着用灵肉做衫穿，用见效做袍麻。我要用我的喙大大感谢上主。我要伫正人的中间称赞伊。伊要伫伊散赤的人的正边救伊脱离判伊死罪的人。感谢上帝呼召我，互阮会通诚做甲上帝同工的仆人，互阮诚做安息日的同工，互人因为阮来得到安息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